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早上好，南无阿弥陀佛。那么，利用今天这个美好时光，师父来讲一个公案给各位听。我们呢，尽可能要看别人的优点，欣赏别人的好处，我们呢自己才不会郁闷。如果你经常看到别人的缺失，那么我们也会觉得很痛苦啦，因为我们都是以我们个人的标准来要求别人，这样无形之中就会对立了。过去啊，有一位业余的画家，已经多年不作画了。近来呢，他闲着没事嘛，就一时手痒，重新拿回画笔做起画来了。但是因为多年没有画，不知道自己的画作水准如何呢？于是他就选了一幅自己认为最得意的，把它裱备妥当以后呢，就放在一个人潮较多的地方供人观赏。而且他请大家来评鉴一番呐。他在画的旁边就写一个短短的几句话：如果你们觉得这一张画图当中有不是很恰当的地方，请用红笔在该处画上一个叉叉，谢谢。就这么几句话。等到深夜的时候啊，他去看这一幅画的时候，让他很伤心，因为画中处处都被人画上叉叉。他不相信自己画那么差劲呢，于是他就重新裱备这一幅画了，重新再来，依旧放在同一个地点，只是旁边的字条他就改写到说：如果你觉得这一幅画当中哪一个地方值得赞赏，那么请用红笔在你认为可取之处画个圈圈，谢谢。就这么几句话。结果当天晚上啊，把这个画要收回来，发现画中啊处处都可圈可点呢。从那之后呢，他也信心十足的继续他的画作。有这样的一个过程，可见同一件事情，换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它，就会有不同的结果。而正面的肯定比负面的批评更能够激励人心上进啊。有这样一个公案呢，我们就会体会到，我们应该多给大家鼓励，而不是用批评的，或者是诽谤的，或者是讽刺的，不应该这样。很多问卷调查呀，往往因为设计者故意做负面的诱导，让受访者掉进这个陷阱当中，而他自己没有察觉，因此调查所得到的结果，其正确性就颇多争议啊。台湾呢，我们有看到每逢这个选举的时候，各党派之间互相抹黑对方，甚至于做人身的攻击。这种恶质的选举风气啊，如何能教导老百姓及未来的主人翁啊？我们有个正确的待人处事之道。人类的可贵就在于我们懂得彼此互相尊重，发挥光明面的力量，创造和谐的社会。我们大家都应该存一点善念，多给予人一些正面的肯定，少做一些恶质的批评。尤其是一些新闻媒体的工作者，更应该本着良心，多多报道社会上这种光明面，激励人心，能够端正风气，让世界上人人身心可以健康，有理想，有抱负，有正义感，这样大家才能走出去，在国际的舞台上面争一席之地。不要整天搞党派斗争，自伤实力，这是损人又损己呀。所以我们应该要看别人的优点，少看别人的缺点，这样子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会拉近，我们的社会也会更祥和、更和谐。这一点呢，我们应该要谨记在心。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长处，也有他的短处。如果看到别人的优点，我们能够欣赏，多给他宣扬，对方也非常的感恩，他的心态会更健康，会朝着正面努力，全力以赴的去争取。我们不要做恶质的批评，这一点呢，我们应该互相学习。非常感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